獎演唱，俾啲掌聲有請。一命二運三風水，人有三衰六旺，我仲要衰到幾歲？究竟點解佢出世嗰時含住金鎖匙又點解我成間屋仲細過佢個坐廁又點解我次次買六合彩時中一個字係咪有出事出世害事？點解佢係我 boss 揸波子？我好多 cons 佢好多女士，同人同命同遮唔同病，19、8、7、6、5、4、3、2、1命二運三風水，四捨五入犯太歲，六六無窮都仲咁衰，七除八佢又90歲，10個光頭都唔同命水，人出唱片我出唱片，出到喺頒獎典禮裏面，鏡頭唔影呢邊，觀眾睇我唔見，我哋坐喺側田嘅側面側過側田，點樣先做到歌星急急要律令，俾啲掌聲有請，拎出嚟又睇獎啦，農夫今年又攞獎啦，睇獎睇相，攞獎演唱，俾啲掌聲有請。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5、6歲，7、8年後啊生個女，90幾歲都仲未去，個個都唔同命水，人踢波時我又踢波，但係點解人哋踢皇馬我就踢南華？球迷唔多想睇，我又唔多矜貴，場場都以和為貴，打和過和仔，點樣先做到球星？急急要律令，俾啲掌聲有請。我係屬豬朋友。